預算案裏面呢，我哋就提出，我哋未來嘅經濟發展呢，一定要擁抱人工智能。我哋話香港嘅發展未來嚟講，喺除咗國際金融中心呢、貿易中心同埋航運中心之外，就係嘅國際嘅創科中心。今次你見到預算案呢，就住人工智能、大數據呢方面呢，我哋着墨比較多，亦都提出呢，將人工智能發展成為一個關鍵嘅產業。但係除咗作為一個關鍵產業之外呢，人工智能可以賦能唔同嘅產業升級轉型。除咗資金、數據，就係人才。所以你見呢，特區政府過去呢幾年呢，我哋喺引人才嗰方面用咗好大嘅力度。呢啲企業我哋吸引咗嚟，佢喺邊度落戶呢？我哋就提出咧，就發展北部都會區。咁喺呢度就會係我哋未來創科發展人才匯聚嘅地方。